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挑除，台语安尼写挑除，华语的存心故意，台语讲挑除，马赛讲调工、调故意，也就是调意过。伊就是挑除的，就是要互你歹看。伊就是挑除要甲你人好生气，你唔通中计。啊，我愈讲你煞愈调工，有影是调故意要甲我作对。调工、挑除、调意过，颠倒变的意思就是无小心、无周全、无细致、无注意。伊无周全，放声大哭，大家拢唔知要安怎才好。你的手哪会包一包遐大包，啊，着切菜无细致去切着手。挑除的挑，挑难、为难，拢是家己人，莫挑故意甲挑难。你这就是鸡蛋里挑骨头，挑故意要共挑难找麻烦。鸡蛋里挑骨头有一句对应的台语：花箱头壳顶找杀某。你根本就是伫咧花箱的头壳顶找杀某，挑工要共找麻烦。挑除的挑，有一个音刁，挑除嘛会当念做刁除、刁难、刁故意。刁放刁，就是恐吓，就是放话威胁。对方已经放刁要甲你处理，这段时间你上好较收束咧，莫伤臭样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挑除实在真趣味。